面目大，一家面包。客栈这边话谁客栈？有大年六，我阿舅撒旦就别你的后面，有大年六。我阿舅撒旦就别你的后面，就别你的后面，你的后面。这个撒旦就进了他的心。犹大年六，我阿舅撒旦就别你的后面，这个撒旦就进了他的心。犹大年六就是由他吃了。我阿舅就是腊，鸭就是一块一片饼子切成很多块的一块，就叫鸭。酒就是饼子，古代的饼子就叫酒。撒旦就别你的后面，撒旦就进了他的心。犹大年六，我阿舅撒旦就别你的后面。犹大吃了那一鸭饼子，撒旦就进了他的心。这个鸭是个方言，跟我吃一鸭，这就是一鸭。一鸭就是一个饼子切成了几块一块，或者吃那个橘子，一片叫一鸭，跟我吃一鸭橘子，就是这样。要煮酒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